1月14號，一則令人心酸嘅消息喺娛樂圈悄咪咪傳開，不過又因為當事人臨終前嘅囑託而暫時被掩埋。著名演員梁小龍因為心臟衰竭喺深圳龍崗離世，享年75歲。喺生命最後嗰一刻，梁小龍特意交代家人唔好對外公布自己嘅死訊。佢或許希望以一種安靜嘅方式同呢個世界講再見，避開外界嘅喧囂同紛擾。然而，紙始終包唔住火。1月18號，好友唔小心走漏風聲，呢個噩耗先至好似驚雷咁喺大眾耳邊炸響，瞬間引發無數人嘅震驚同悲痛。梁小龍呢位喺華語影視界留下濃墨重彩一筆嘅傳奇人物，佢嘅演藝生涯真係可以話係一部波瀾壯闊嘅史詩。佢自細就習武，練就一身過硬嘅功夫本領。呢就為佢日後喺影視圈發展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早期佢憑住出色嘅武術功底同獨特嘅表演風格，喺好多功夫片中嶄露頭角。佢塑造嘅經典角色深入人心，尤其係大俠霍元甲同陳真系列，佢飾演嘅陳真剛正不阿、疾惡如仇，身手矯健，拳腳凌厲，將陳真嘅英雄氣概展現得淋漓盡致，成為咗無數觀眾心中嘅偶像。此後，佢又喺好多部影視作品中有精彩嘅表現，無論係正派角色定係反派角色，佢都能演繹得入木三分，展現出極高嘅演技同可塑性。隨着梁小龍去世嘅消息逐漸傳開，社會各界紛紛表達對佢嘅哀悼之情。1月26號，梁小龍嘅追悼會喺深圳龍崗殯儀館舉行。呢一日，天空好似都籠罩住一層淡淡嘅哀愁。殯儀館內外氣氛莊嚴肅穆，一大早，殯儀館門口就聚集咗大量人群，佢哋大多係得啖消息後匆匆趕嚟嘅粉絲。呢啲粉絲來自唔同地方，有男有女，年齡大多喺30-40歲左右。佢哋身着黑色素服，神色肅穆，喺殯儀館門口靜靜咁排隊，眼神中透露出無盡嘅哀傷同不捨。佢哋中有人係睇住梁小龍嘅戲長大嘅，對佢嘅作品有深厚嘅感情；有人則係被佢嘅演技同人格魅力所折服，成為咗佢嘅忠實擁躉。此刻，佢哋懷着對偶像嘅敬意同緬懷之情嚟到呢度，想送梁小龍最後一程。梁小龍嘅家人原本計劃關起門嚟，一家人低調咁辦理出殯儀式。佢哋深知梁小龍一生低調謙遜，唔喜歡張揚，所以希望以呢種方式讓佢安安靜靜咁離開。然而，梁小龍去世嘅消息傳開後，粉絲們嘅熱情同執着令佢哋好感動。唔少粉絲通過各種渠道聯繫到梁小龍嘅家人，表達咗想嚟送佢嘅強烈願望。家人考慮到粉絲們嘅心意，經過一番商量後，決定改變原來嘅計劃，舉辦一場開放式嘅追悼會。佢哋希望通過呢種方式，令更多人能夠表達對梁小龍嘅敬意同哀思，亦都令梁小龍喺另一個世界感受到大家對佢嘅愛同懷念。殯儀館門口，一塊大大嘅匾額格外引人注目，上面寫住梁虎治喪4個大字，字體蒼勁有力，顯得好大氣且講究。呢4個字唔只係對梁小龍家族嘅尊重，亦都體現出家人對呢場追悼會嘅重視。走進殯儀館，靈堂內外擺滿咗親朋好友以及粉絲們送嚟嘅花圈。呢啲花圈層層疊疊，一直堆放到門口，場面十分壯觀。五顏六色嘅花朵喺肅穆嘅氛圍中顯得格外鮮艷，佢哋寄託住人們對梁小龍嘅思念同祝福。喺眾多花圈中，周星馳送嘅花圈格外搶眼。佢送嘅唔係傳統嘅圓形花圈，而係一個好似花籃咁嘅百合花搭配玫瑰花嘅花束。潔白嘅百合花象徵住純潔同神聖，寓意住梁小龍喺人們心中嘅高尚形象。鮮艷嘅玫瑰花則代表住人們對佢嘅熱愛同敬意。花束上寫住永遠懷念梁小龍先生千古。呢短短嘅幾個字，卻飽含住深深嘅哀思同不捨。其實呢句話喺梁小龍死訊剛傳開時，周星馳就喺度念梁小龍時發過啦。周星馳同梁小龍之間有一段複雜嘅故事。以前佢哋因為合作上嘅事起咗衝突，
產生咗矛盾，多年來一直先有往來。然而，時間係最好嘅治癒劑，隨着歲月嘅流逝，嗰啲曾經嘅恩怨都如過眼雲煙咁漸漸消散。如今梁小龍去世啦，周星馳放下過去嘅種種，發文悼念，呢一舉動令人們見到佢哋之間曾經存在嘅情誼。畢竟喺娛樂圈呢個紛繁複雜嘅世界入面，能夠有一份真摯嘅情誼係幾咁嘅難得。除咗周星馳送花圈外，陳慧敏、白彪、鄭怒峰等圈內好友都來到現場送別梁小龍。陳慧敏同梁小龍都係打星出身，佢哋喺年輕時就有着相似嘅經歷同追求。嗰陣時，佢哋互相唔服氣，都覺得對方冇自己咁叻。喺一次偶然嘅機會下，佢哋決定切磋一番。喺切磋嘅過程中，兩人都展現出高超嘅武術技藝同頑強嘅拼搏精神。經過一番激烈嘅較量，佢哋彼此都對對方嘅實力有咗新嘅認識，心中嘅唔服氣亦都漸漸轉化為惺惺相惜。從此，佢哋成為咗好朋友，經常一齊探討武術同表演，互相鼓勵，共同進步。2015年嘅時候，佢哋仲同黃特平一齊結拜成咗兄弟。陳慧敏年紀最大，成為咗大哥；梁小龍年紀最小，係三弟。呢份兄弟情誼喺歲月嘅沉澱下愈發深厚。然而命運卻咁殘酷，梁小龍年紀最小，卻走得最早，呢令陳慧敏等人痛心不已。陳慧敏喺剛得知梁小龍嘅死訊時，整個人好似遭受咗晴天霹靂，大受打擊。佢嘅眼眶瞬間泛紅，眼淚喺眼眶入面打轉，講話都帶住哽咽，完全無法接受好弟弟嘅突然離世。喺追悼會現場，陳慧敏嘅狀態依然好唔好？佢着住一身黑色西裝，頭髮已經花白，臉上布滿咗歲月嘅痕跡。佢拄住拐杖，腳步蹣跚，被人小心咁攙扶住走進靈堂。佢嘅臉上滿是悲痛，眼神中透露出無盡嘅哀傷同不捨。面對身邊同佢打招呼嘅人，佢亦都只係點點頭，擠唔出一絲微笑嚟。佢沉浸喺失去好兄弟嘅痛苦中，無法自拔。或許喺佢嘅心中，仲喺回憶住同梁小龍一齊度過嘅嗰啲美好時光。陳慧敏嘅心態其實好易理解，佢同梁小龍係好兄弟，情誼深重。佢哋一齊經歷咗風風雨雨，共同見證住彼此嘅成長同輝煌。如今梁小龍突然離世，就好似係佢生命中嘅一部分被硬生生咁奪走咗，呢種痛苦係難以言表嘅。而且梁小龍年紀比佢細，佢嘅離世亦都令陳慧敏不禁擔心起自己嘅身體狀況。佢或許會諗，自己係唔係都會喺某個唔經意嘅時刻突然離開呢個世界？呢種對生命嘅無奈同對未來嘅迷茫，更增添咗佢內心嘅痛苦。由於現場嚟嘅人太多啦，為咗確保追悼會能夠有序進行，亦都為咗俾家人朋友留足空間，梁小龍嘅家人設立咗2個靈堂。一個靈堂專門供家人朋友祭拜，喺呢度佢哋可以盡情咁表達對梁小龍嘅思念同哀痛，回憶住同佢一齊嘅點點滴滴。另一個靈堂則俾粉絲們祭拜，粉絲們可以喺呢度獻上自己嘅鮮花同祝福，向偶像做最後嘅告別。2個靈堂互唔打擾，卻又共同營造出一種莊嚴肅穆嘅氛圍。喺家人朋友嘅靈堂入面，親人們圍坐一齊，眼淚喺眼眶中打轉。佢哋望住梁小龍嘅遺像，回憶住佢生前嘅點點滴滴。有嘅親人講述住梁小龍細個嗰陣嘅趣事，話佢自細就調皮搗蛋，但卻對武術有着濃厚嘅興趣。有嘅親人回憶住同佢一齊拍戲嘅經歷，話佢對待工作認真負責，總是力求做到最好。仲有嘅親人感慨住時間嘅飛逝，冇諗到曾經嗰個活力四射嘅人就咁永遠咁離開咗佢哋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語，好似要把對梁小龍嘅思念都傾訴出來。而喺粉絲們嘅靈堂入面，氣氛同樣莊重而感人。粉絲們排住隊，依次走進靈堂，向梁小龍嘅遺像鞠躬致敬。佢哋有嘅眼中含住眼淚，有嘅則默默咁祈禱。
一位中年粉絲喺獻完花後，久久咁站喺遺像前，眼神中透露出深深嘅眷戀。佢話：我係睇住梁小龍老師嘅戲長大嘅，佢嘅每一部作品我都睇過無數遍。佢飾演嘅陳真係我心中嘅英雄，激勵住我勇敢咁面對生活中嘅困難。今日我嚟呢度送佢最後一程，希望佢喺另一個世界能夠安息。另一位女粉絲則哽咽住話：梁小龍老師唔止演技好，而且為人低調謙遜，佢係我學習嘅榜樣。佢嘅離世令我感到好痛心，我會永遠記住佢。隨着時間嘅推移，追悼會逐漸接近尾聲，人們懷着沉重嘅心情，緩緩咁離開咗殯儀館。梁小龍雖然離開咗呢個世界，但佢留下嘅經典作品同美好嘅回憶，將永遠銘刻喺人們嘅心中。佢嘅演藝成就將激勵住一代又一代嘅演員不斷努力，追求卓越。佢嘅高尚品格將成為人們學習嘅榜樣，影響住身邊嘅人。喺呢個紛繁複雜嘅娛樂圈入面，梁小龍用自己嘅一生詮釋咗咩係真正嘅演員，咩係真正嘅兄弟情誼。佢同周星馳之間嘅恩怨消散，令我哋見到寬容同釋懷嘅力量。佢同陳慧敏等好友之間嘅深厚情誼，令我哋感受到友情嘅珍貴同溫暖。最後，讓我哋共同祝願梁小龍一路走好。願佢喺另一個世界冇病痛同煩惱，能夠繼續演繹屬於佢嘅精彩人生。同時，亦都希望我哋能夠從梁小龍嘅一生中吸取力量，珍惜身邊嘅人，用心去感受生活中嘅美好，用愛去傳遞溫暖同正能量。因為生命係短暫嘅，但愛同情誼卻係永恆嘅。讓我哋帶着對梁小龍嘅懷念同敬意，勇敢咁面對生活，創造屬於自己嘅輝煌。梁小龍嘅追悼會雖然結束啦，但佢所留下嘅精神財富將永遠熠熠生輝。佢嘅故事將成為娛樂圈嘅一段傳奇，激勵住更多人喺追求夢想嘅道路上勇往直前。佢嘅音容笑貌將永遠留喺我哋嘅記憶深處，成為我哋心中一道靚麗嘅風景線。願梁小龍喺天堂安息，我哋會永遠懷念你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